哈利今日會同大家介紹 house 屋，好多人咧都會覺得買 house 好困難，咁係㗎。如果你要用 freehold 買咧，其實好多法規上面都有好多限制，所以今日哈利同大家講一個咧係非常之合法，香港人揸住 passport 理直氣壯可以買嘅 leasehold 項目。如果你係喜歡喺曼谷有一個更大嘅生活空間，又享受鄰里關係闊落啲嘅環境，咁我覺得有時買 house 咧都係一個唔錯嘅選擇嚟嘅。不過對香港人嚟講咧，哈利會建議咧白紙黑字清清楚楚，我寧願你買 leasehold 租賃權嘅項目。就好似而家哈利喺呢個項目咧，就係屬於泰國其中一間最大嘅上市發展商 Busa 旗下一個嘅 house 項目啦，佢叫 The Plant。咁呢度咧係一個非常之大型嘅屋苑項目，有唔同嘅品牌喺呢度做 setting 嘅。咁而家我哋呢一個屋苑咧係一個入門版啦，叫 The Plant。咁呢一個品牌嘅屋苑系列咧係一啲 semi-detached。咩叫 semi-detached 咧？嗱，我哋用對面間屋做例子啊。你見到兩間屋中間咧係有隔開嘅，佢唔係完全嘅相連，好似 townhouse， 又唔係完全嘅分開，好似獨立屋。咁呢啲咧我哋就叫做 semi-detached。咁其實好處咧就係私人空間感強啲啦，但係價錢就會實惠咗啦。好似而家我喺呢一個138平方米，即係接近1500尺實用面積嘅單位入邊咧，其實只係需要港紙咧，大約係170萬到，咁係一個相當之划算嘅價錢。同樣嘅價錢咧，如果你要買 condo 咧，我諗最多係買到細嘅兩房啦。咁當然啦，交通便利性啊，生活機能性係唔同嘅。咁我哋選擇呢類項目咧，我哋就會享受到屋苑式嘅生活配套啦，空間感啦。咁如果我覺得作為退休自住啊各樣嘢咧，咁喺呢一度嘅生活咧係一個唔錯嘅感受。Covey 138平方嘅戶型，歡迎大家嚟到呢個138個 square meter 嘅實用面積嘅單位啦。咁我哋頭先睇咗一個未裝修嘅規格，嗱而家咧就係裝修咗嘅效果啦。咁你裝修咗之後，其實到時發展商咧係會送牆紙嘅，基本嘅冷氣嗰啲係有嘅。咁你買一啲 loose furniture 配搭就自己啦。咁你會見到其實呢個廳咧，其實係一個好好使用嘅廳。嗱，記得喎，我哋頭先睇嗰個未裝修嘅單位咧，呢個廚房咧係有一棟牆噶嘛。咁我哋而家就將個牆拆咗去，咁就變成一個咧開放式嘅廚房。咁如果你真係中意，咁你哋可以加一趟門啦，呢個自由轉變。咁呢個廚房已經係一個好實用嘅地方啦。咁佢亦都有一個樓梯底嘅儲納空間啦，亦都可以直接 access 到出邊嘅後院嘅。呢個項目咧最吸引始終咧就係可以樓下多一間嘅房。咁對我呢一種嘅長輩嚟講咧，呢間房就非常之合用啦。咁呢一個咧，我哋記得頭先睇未裝修已經知道佢係一個4房單位啦。樓下呢一間房，咁樓上都係3間房嘅。主人房2個嘅客房，客房咧就 share 一個嘅洗手間嘅。其實客房你無論係擺單人床或者雙人床咧，都係非常之充裕啦。儲納空間就自己可以設計啦。我哋睇埋個主人房。主人房嘅採光咧非常之咁充裕啦。衣櫃嘅部分你可以自己安排設計啦，做一個入牆嘅或者 loose furniture 都可以嘅。嗱，記住喎，呢個項目咧總價錢咧只係760幾萬銖，170萬港紙到嘅啫。咁加埋裝修咧，可能得60萬至80萬嘅裝修咧，就可以大致有呢個嘅效果。咁即係話你大約係800幾萬銖200萬港紙以內咧，你已經可以擁有一個咧自己嘅獨立屋單位啦。
The Prime 就係一個大型嘅屋苑，所以咧公共空間咧就非常之夠嘅。譬如好似呢啲 urban green space 啦、花園啦，咁啊當日見到啲小朋友喺度玩啊，同父母一齊喺度遊戲啊，咁都係一種生活嘅享受啦。呢個亦都係住 house 其中一個好吸引嘅地方。公共空間亦都包括咗一啲會所、泳池等等。咁當然啦，個泳池唔係話一啲好超級無敵嘅泳池，但係咧係足夠有餘嘅。項目咧亦都係一個大型屋苑啦，咁所以成個項目嘅四通八達嘅空間咧都非常之多嘅。有需要嘅時候咧，亦都可以除咗揸車之外咧，亦都可以要求管理處咧係有一個 golf cart 嘅接送嘅。你見到啦，成個屋苑四周咧，其實嗰個生活氣氛咧都係好安靜、好平和，綠化、整潔度啊，都係非常之達標嘅。項目咧，如果我哋自己揸車或者 golf cart 出到門口咧，其實就已經可以出公路，生活機能就好豐富嘅，包括咗呢個商場。咁而家咧就係喺攀前行出嚟，其實開車咧3分鐘到咧。就會到我呢個叫做 JAS 嘅 Community Mall 嘅，咁係一個好大嘅 mall 嚟。JAS 呢個Community Mall 咧，生活機能係相當之充裕嘅，包括咗基本嘅百貨部分啦、Lotus 嘅超級市場啦、大嘅 Starbucks，各式各樣嘅食肆，中西餐日都有嘅，購物亦都非常之方便。歡迎查詢項目嘅細節，聯絡曼谷買樓123。